有請香港大專青年新力量第3屆幹事嘅成員一齊上台，等大家認識一下佢哋。好，有請主席黃詠儀小姐、副主席傅威儀小姐、財務長李敏芝小姐、秘書長李龍光小姐、理事殷家彤小姐、理事張傑先生、理事余志斌先生、理事黃志豪先生、理事賴海韻記者、理事陳薇薇小姐、理事羅家勇先生，有請咁多位幹事。好，我哋而家咁多位有呢個活力啦、青年幹勁嘅幹事都喺台上邊啦。咁我哋咧，不如而家趁呢個時間，我哋一齊切蛋糕先啦，好唔好啊？切啦！真係捧住切嘅喎。我3分鐘答你哋。好。俾咗答我。好。拎兩張，拎兩張。我哋一齊坐。好，咁我哋數3聲就一齊切㗎喎。好，1、2、3，好嘢！好，認真陣先，認真陣先。有冇錄緊㗎？有冇錄？影啊！遮住咗啲人啊！OK， 好，多謝咁多位，祝香港大專青年新力量會務蒸蒸日上，更上一層樓，恭喜晒！好啦，而家咧就係頒發委任狀嘅時間。好，我首先有請葉振東教授為我哋頒發委任狀。好，首先頒發嘅委任狀係理事陳薇薇，好啊，理事羅家勇。好，多謝葉教授。好，我哋而家有請觀塘區議員顏文宇議員為我哋頒發委任狀。好，我哋而家會頒發俾理事黃志豪先生、理事賴海韻小姐。好，多謝顏議員。係，有請香港青年社團聯盟聯會主席陳德明先生為我哋頒發委任狀。現在頒發理事張傑先生、理事余志斌先生、好，多謝陳先生。現在有請中央駐港聯絡辦九龍工作部宣教處副處長李世春女士為我哋頒發委任狀。係，現在頒發俾理事殷家彤小姐、秘書長李龍芳小姐。好，麻煩李女士。有請觀塘民政事務處專員歐慶元太平紳士為我哋頒發委任狀。現正頒發俾財務長李敏芝小姐、副主席傅威儀小姐、主席黃詠儀小姐。
好多謝歐專員，請回座。跟住落嚟係頒發表演感謝狀嘅時間，有請香港大專青年新力量第3屆理事陳薇薇同埋余志斌為我哋頒發表演感謝狀。有請梁浩昌先生上台領取感謝狀。好多謝薇薇同阿 Ben。好，而家我哋會有請香港大專青年新力量第3屆理事張傑先生同埋賴海韻小姐為我哋頒發表演感謝狀。有請 Anko 上台領取感謝狀，寶達小天使上台領取感謝狀。好，多謝晒咁多位。而家我哋有請香港大專青年新力量第3屆主席黃詠儀小姐為我哋致謝詞，有請 Eva。